赏台视午间剧场《难忘风雨情》。丽玲啊，今仔日你要我啉几杯拢无要紧，但是你先甲我讲，到底有答应啊无啦？真实的，丽玲，你讲的拢是真实的，你无甲我骗哦。你真正同意继续跟咱爸经营这间公司？嗯。 我讲的拢真实的。我甲因讲，你是我一个上好上好的朋友，伊当然我一个面子啊。安怎？我讲你是我的好朋友，你无同意哦？无啦，我、你啊甲阿土的，咱伫大学的时阵就是死党兼换贴的，当然嘛是好朋友啊。 丽玲啊，哎呀，时间也无早，我看你家这好像是甲咱爸讲。离开啊！啊，你头一摆来，加这一声，就算讲是陪我。啊，你来这哦，我嘛无啥好招待你的，我要甲你提醒，就算讲是庆祝今仔的成功。我袂当去啉落去啊！ 哦，若搁啉落我会醉啊！饮醉嘛是应该啊，敢讲这个好消息，无价值你来啉烧酒醉。好，安尼这要我敬你。丽玲啊，我要感谢。 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谢谢。这杯是替我阿爸敬你。哦。 有水无？你有介意无？好，有水，我有介意。丽玲，我来走。啊，等下。啊。
我做心累，你知无？我连做梦都去梦到你，你知无？美惠啊，我起来啦，来，起来啦。妈，这暗暝你哪拢还不爱困啊？来，妈妈传一碗互你啉，哎，烧烧，紧啉落来。啉啦，紧啉啦。啊，这是啥啦？哪遮歹鼻啦？你免管啦，反正你啉落去就对啊啦。妈，你若不爱讲哦，这是啥物药啊？我是绝对不爱啉的啦。哎呦，这啉落去对你有好无歹啦。妈妈今仔日走几啊间汉药店，才夹到这帖药啊，你一定爱甲啉落去啦，你爱啉落，啉落来好听起来啊！妈，你别管啦。你是咧创啥啊？你哪无听我话啦？你即摆若无将囡仔摕掉，你会后悔一世人，你知无？妈，你莫逼我将囡仔摕掉好无？妈无希望讲为着这个囡仔，毁灭着你的一生，你知无？袂，我
我会爱这个囡仔，就亲像你爱我同款。我会欢欢喜喜请养这个囡仔。你即马当然嘛安尼讲，等待将来囡仔大汉，当在你后壁叽叽嘟嘟的时阵，你迄阵啊，后悔都已经袂赴啊，你知无？宝贝，你敢要为着生我来后悔？无啦，妈妈这世人上该欢喜，就是有你这个查某囝。妈，我嘛真欢喜会当做你的查某囝。亲妈，我真希望这个囡仔会当早一天出世。避讳。你今仔是不是避讳的？他袂甲妈妈讲，妈妈会替你想办法。妈，这并无重要啊。啥讲无重要？妈妈早就看出来，我知影明辉对你是真心的，伊绝对袂讲无负责任，对无？天主啊，你去找过伊，啊毋过，伊根本就毋肯相信，嘛毋肯见我。啥话啊？哦，伊毋相信讲你巴肚内囡仔是伊的哦，这真是哦，我要来找伊算账。妈，你莫去找伊，这款毋是欢喜甲挽回，我无爱，我永远都无爱搁见着伊啊！妈，我求你，咱莫搁提起啊，好无？是的哦，咱应该无发生啥物代志吼。丽玲啊，你莫哭好，我手抓，我绝对毋是调到要甲你安怎的。真实的，我真正毋知影要对你讲啥物才好。总讲一句，我对不起你，我无想着讲。我会做甲做出这样糊涂的代志。明辉，你大概袂认为讲我是一个这么随便的查某囡仔吼？袂啦袂啦，这拢是我的唔对，袂当怪你。我该死，我该死。明辉，你莫安尼哦，这件代志我嘛有唔对，我嘛。不应该啉遐济酒，我嘛唔知要怎才好，我都想要规日去死死咧。丽玲啊，你放心啦，我一定会负责任的啦。你是讲你会娶我？我。
这是阿伯，这是曾氏企业股权用途书，只要你伫顶头签一个名，曾氏企业为即摆开始，就搁属于恁的啊。无啊，明辉啊，你到底是咧甲比啥物？我明辉，啊你还袂甲阿伯讲哦？啊，明辉啊，你是毋是后悔啊啦？你讲啦，你是毋是后悔啊？无啦，无啦，我袂啦，我是拍算讲，较顶仔才要甲阮爸爸讲尔。无啊，恁到底是咧甲阿看啥物代志？爱甲我讲清楚哦。我。规矩我来讲啦，阿伯，我打算要甲明辉结婚。阿爸，阿爸，丽玲啊，咱免遐尼赶紧，你给我一寡时间，等我帮忙阮爸爸，甲工厂整顿好势，结婚的代志。啊！原来你是用你的婚礼来换你工厂？无啦，爸，你唔通误会啦。阿伯，你若是要安尼讲，嘛无毋对。早起伊开董事会时阵，我有宣布讲，我要甲明辉结婚啊，所以伊毋才会答应将迄块工程送互我甲明辉做结婚的礼物。丽玲啊，哪会遐尼紧啦？明辉，啊你毋是希望讲将迄个工程较早收倒转来？搁再讲，阮就拢要结婚啊，紧甲咱是拢共款。你这，我讲你！阿爸，你别讲，我无你出去！阿爸，阿爸。我叫你敲电，你是有请无？你啥物要我意见啊？王啊，你莫安尼较现地好无啦？啊，若有啥物代志吼，等明辉做哪，甲问我清楚才去讲啊。你莫讲我面头前情死的名啦！我若听着这两字啊，我用要吐啦！我世界亲像个地方爆炸声，生活无止无去，这天死的大家囝。阿爸，明辉啊，你讲遐真正要和迄个吴丽玲结婚？好，即摆你毋着亲目睭看啊！你即摆无话通讲啊吼！你即摆随时甲我敲电话，所有的报销，我要甲伊脱离爸囝的关系。哎呦，王诶，那拜托你安尼有话哦，好好我讲好无？啊，你嘛先听一下恁囝的意见一下，无听着伊安尼做吼，当嘛是为着你好啊。为着我甘愿双手空空，倾家荡产，也无爱互伊出卖家己的离婚，较自尊啦。你较早毋是甲妈妈讲，你无介意迄个吴丽玲，啊是安怎突然间要甲伊结婚？是毋是亲像恁阿爸讲的同款？丽玲要用恁阿爸的工程来威胁你？妈，无即款代志啦，伊根本就无以合我，是我家己向伊求婚的。明辉啊，这到底是安怎啦？你哪会变安尼突然间要甲伊结婚？妈，你毋是定是叫我较早结婚的？我承认，我对丽玲的印象本来毋是介好，因为伊伤过任性。但是伊即摆完全无共款啦，伊变甲真温柔，真体贴。你若无爱看医生有钱啊？哎呦，王啊，啊有钱是倒位咧毋好啦，上届无吼，嘛会当替你解决你工程的困难啊。只要讲吼，伊若真心爱明辉啊，啊伊若互咱做新妇吼，嘛是一件真好的代志啊。我看你是食老咧老饭店啊！假使我明辉若娶款查某，以后一定会阿甲死死的。你敢甘愿看个年轻，过地方无钱无去，食两饭的？绝对毋是安尼啦！阿爸，丽玲有答应我，会好好友好恁两个。唔免啦，我就讲过啦，我甘愿工厂放了倒，也无法度互你娶款查某啦。啥？你要甲陈明辉结婚？这无可能！
我绝对唔答应。赵秘书，我拜托你来，是替我向媒体发布消息，毋是要来征求你的同意。丽玲啊，你明明知影我对你的感情，你今仔有这个地位，拢是我一手甲你计划呢。你哪会稳重收无？会用安尼对待我？我嘛是将公司大部分的权利放互你啊，相信你嘛得到袂少的好处。但讲这还无够。无够，当然无够。我要治的毋是遐，我要治的是你呢。丽玲，你是属于我的，当初若毋是我，歹势，赵秘书，我将来都毋捌属于你的。我有今仔日，当初我嘛付出真大的代志。赵秘书，你会当走。丽玲，你毋通咬紧我，你即摆高高在上，定咧甲我看起看倒呢。我有才调，甲你捧起来，我就法度甲你毁掉。好啊，咱再试看卖咧。明知这是一出苦戏，一出演袂落去的戏，明明知影咱有的模糊，偏偏不愿意，明知。